体大大车拼来关心，即马伫咱国内举办的世界大型的运动比赛，这是第4届听众乒乓世界锦标赛，昨昏正式开幕。特别邀请咱国内乒乓的选手，人叫小林同学林汶如，带领台湾代表队入场。这一届咱男子队的目标是希望把所有的金牌拢留伫台湾。那女子队的目标是希望会当拍入决赛，来累积国际比赛经验。第4届听众乒乓世锦赛正式开始，来自16个好手依序入场。最后一个入场的是东道主台湾，由外号小林动物的林汶如带领入场，全场欢呼。当然，台北市更是一个面对身心障碍朋友非常友善而且温暖的城市。新鲜大会主席台北市长蒋万安开场致辞，欢迎为世界各地听众好手来台北比赛。这也是为2019年听众羽球世锦赛继5年了后，台北市搁主办国际以及听众运动比赛。顺利男子队的听众5条元老杨正忠，最后要将所有项目金牌留在台湾，不过也承认有压力。压力会比较大一点，因为大家都会来看比赛。对，芝洛巴克，因为他好像是职业村长，非常厉害。甲经验丰富的男子队比起来，女子队是将目标放在进入决赛。就以进决赛为主的，对，因为我们过去参赛的经验也很少，然后就是也不用强求，就是太高的目标，怕给自己太大的压力。选手表现着要争取好的成绩。中华民国听障者体育运动协会也表示，未来也会继续申办国际大型的比赛。最容易表现台湾能力部分就是主办赛会。今年我们2023桌球世锦赛，明年是田径世锦赛，接下来2027年青年世界运动会，全部都会在台北。赵国平表示，听障国际运动总会决议，听障世锦赛拢要附加青年锦标赛，为鼓励国内少年选手参加比赛，累积比赛经验，会积极争取举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